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整抹眼鏡 Yumi。驗眼點樣驗呢？我哋有全自動機器 Nidec 可以喺10秒以內完成雙眼白內障、青光眼、角膜厚度、近視、散光、老花等等測試。第二步，子公司1對1複驗，複驗新度數、舊度數同埋最新適配嘅度數，所有焦點。第三步就係喺鏡框嘅適配程度上做功夫啦。最新開有個性化測量系統。全智能 AI 測量正面、側面、頂面，精化所有之後，第四步全面 AI 掃描，開也全自動 AI 測量系統。呢一套呢係可以捕捉眼球動態同埋呢12項鏡框參數優化，人工智能讀取我哋面型嘅參數去適配度數，全面優化，呢個係最叻嘅一步啦。咁樣一套 AI 加人工嘅全面測試，你係咪對我哋整抹眼嘅驗眼更加有信心呢？點讚視頻，同你全套免費驗眼。今日係咁多，我係 Yumi，拜拜。